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4月21日，整體樓市較量齊升，吸引投資者大手購入。英軍集團羅家瑞家族看好後市，過去1年多已合共斥資16億元，於一手二手市場掃入多達134伙單位。最新入市新盤為將軍澳、日出康城13期海灣1期單位，共花上4371萬元購入3伙單位，購入價介乎1447.4萬至1479萬元，折合平均實用尺價約為19000元。英軍集團最新發表的年報中，表明對未來寫字樓以至住宅市道均充滿信心。儘管庫存壓力仍然存在，樓價錄得多年來首次按年上升，主要受惠於利率下調、股市表現強勁，以及多項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持續推出，吸引新來港人士支撐市場需求。集團於二手市場掃入單位的同時，亦於今年1月與順治以16.1億元合資投得彩虹彩興路住宅地皮發展。以上香港地產最新訊息由世紀21香港C21HK提供。